主后2025年11月2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拢是别人会毋着。圣经，咱做伙来听读。以斯拉记第10章18节到44节。伫这世的后代查出有带外族女子的人，就是约瑟达的囝耶稣啊，甲伊的兄弟马西亚、以利以谢、雅利甲基大利。因入世要离因的某，因为因有犯罪，就献一只绵羊赎因的罪。因密的后代有罕那尼甲西巴底亚。哈林的后代有马西亚、以利亚、示玛雅、亚歇甲乌西亚。巴西胡尼的后代有以利用乃、马西亚、以实玛利、拿坦业、约瑟伯甲以利亚撒。利未人的中间有约瑟伯、示每、基拉雅，就是基利他、比他希雅、犹大甲以利以谢。负责唱歌的人的中间有以利亚实。圣殿守卫的中间有沙龙、提连甲乌利。以色列人巴录的后代中有拉米、亚西亚、马基亚、米亚民、以利亚撒、马基亚甲比拉雅。以兰的后代中有马他尼、撒加利亚、亚歇、阿伯底、亚利摩甲以利亚。撒土的后代中有以利用乃、以利亚实、马他尼、亚利摩、撒伯甲阿西撒。比拜的后代中有约哈难、阿那尼亚、撒拜甲阿力。巴尼的后代中有米苏兰、马洛、阿代雅、阿述、示压甲亚利摩。巴哈摩押的后代中有阿底那、基拉、比拉雅、马西亚、马他尼、比撒列、宾雷甲马拿西。哈林的后代中有以利以谢、以西亚、马基亚、示玛雅、西面、便雅悯、马洛甲示玛利亚。哈顺的后代中有马定乃、马但他、撒伯、以利法列、亚利麦、马拿西甲示每。巴尼的后代中有马代、暗兰、乌益、比拉雅、比底亚、基洛、瓦尼亚、米利末、以利亚实、马他尼、马定乃甲亚瑟。宾雷的后代中有示每、示利米亚、拿但、阿代雅、马拿底拜、沙塞、沙奈、阿撒列、示利米亚、示玛利亚、沙龙、示玛利亚甲约瑟。尼坡的后代中有亚利、马他提亚、撒伯、西比那、
雅代、约尼、比拿雅，这人拢娶外族的女子做某，其中嘛有人对这个女子生囝查某囝，拢是别人的毋对。以斯拉记中间记载真侪名单，若详细比对，对巴比伦回归的名单、祭司甲利未人的名单，以及遐个娶外族女子的名单，会发现有真侪名有重复。这检采互人感觉讽刺，却也提醒咱，圣经所列的名单，从来毋是要为谁高讲上帝，反倒是要显明每一个名所代表的，拢是真实的性命，有光明的一面，也有黑暗的一面。以斯拉为甚物遐尼悲愤？以色列人明明才脱离奴隶的身份，通得平安转来到故土，搁伫波斯皇帝交代下面必须遵行上帝的律法。但是遐个甲以斯拉相款熟知律法的祭司和利未人，却明知故犯，带头犯罪，这敢毋是人的本性吗？规学者个人对以色列群体做极富人性张力的注解，此点邻国社恶的领袖和以色列公义的首领之间的，是以色列人民。按集体和个别来讲，因毋是全然邪恶，也毋是全然公义。有时邪恶，有时公义，有时阵也公义又搁邪恶，总是拄好是即种特性的混合，互因成做故事中最完整、上升亲人的角色。就算因做出坚定的承诺，咱也是无法度肯定预测因会安怎回应将来的挑战。要建立上帝家，也是上帝国，并毋是简单靠某一位有能力的领袖，亲像以斯拉安尼的典范。关键在伫自认归属上主的信仰群体，是毋是会当尊趁上帝的诫命，秉持信仰精神甲良知，毋单单是回应故事，敢若在意符合表面的要求。信仰群体本身若无真正落实信仰的认同，要安怎自称是上主的子民呢？网络流行语拢是这的毋对，拢是别人的毋对，用来讽刺人拄着问题就推卸责任，毋愿认错。基督信仰讲求圣洁，并毋是爱人诚做袂念顶、自喜、清高，反倒是提醒人是软弱的，时时刻刻拢需要上主的安慰、扶持甲劝勉。信仰毋是为着争取称义的指标，是要互人明白家己是需要被赦免的罪人，愿意谦卑到上主面前，恳求伊施恩怜悯。虽然以色列人决定甲外族女子切断关系，但是后来咱会发现一个事实：以色列人后来也受异族文化宗教影响，再次脚踏毋对。以色列人虽然甲圣殿重再起好，也甲外族女子送走，但是圣洁公义会当维持偌久呢？以斯拉记的结尾留互人反思的问题，比人想会到的答案搁较侪，到呾还持续向咱发出挑战。信仰始终是未完待续的故事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生命议题爱面对，愿咱的性命亲自甲上主相遇，
通逐渐明白因信称义引来成圣的意义。默想，身为基督徒，我现在是毋是拄着什么信仰难题，也是试探，在为这纠结的？每一个当下拢是改变的新契机。有甚物新的做法会当帮助我改善目前的困境？身为基督徒，我现在是毋是拄在为着什么信仰难题，也是试探，为着这在纠结的？每一个当下拢是改变的新契机。有甚物新的做法会当帮助我改善目前的困境？咱来祈祷，全能的上主，你是监察人心的主，愿你的光照亮我，互我成做忠心尽职，毋是争功诿过的人。奉主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